我係唔會同你結婚嘅。你淨係 enjoy 喺度睇我點樣為佢搏命，你呢一種愛咧好恐怖啊！我哋分手啦。TVB 處境劇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一直都係觀眾嘅心頭好，劇入邊好多經典 CP 都非常深入民心，其中張龍同 Rebecca 嘅姊弟戀更加係圈粉無數。呢對相差12年嘅情侶，好唔容易行到談婚論嫁，點知近日劇情突然大反轉，直接拆 CP。劇情一出，劇迷隨即崩潰，紛紛鬧爆劇情牽強又唔合理，仲估計劇組係刻意拆 CP， 其實係為黃耀煌鋪路，話佢可能要退出劇組，甚至同 TVB 解約離巢。針對呢個傳聞，記者向黃耀煌求證，而黃耀煌就低調回應，話自己依家淨係專心做好手上嘅戲，其他嘅交俾公司安排。至於會唔會離巢，佢就賣關子話依家未嘅。再追問佢近期忙緊乜嘢，黃耀煌就有啲尷尬，唔肯講具體工作，淨係話每日都喺度學嘢，好充實。